哇！平時喺屋企竟然可以睇到呢啲景觀啊，而且係橫琴呢個位置，僅需要20000蚊就可以攞低呢一套精裝修嘅2房2廚，94個平方，做到一個豪中嘅，究竟有幾好呢？你睇下呢個陽台，南向陽台望出去啊！呢啲感覺真係非常之好啊！而且樓下就係濕地公園，可以望得到公景、山景、冚唪唥都可以喺你屋企睇晒，非常之舒服啊！我特別中意呢啲非常之暖嘅感覺。樓下就係10萬平方嘅商業，而且係17平方嘅17公里嘅花海長廊，平時去露營去度假行6樓就 OK 啦，睇戲食飯都係一陣俱全。廚房位置兩段式，但有呢啲老闆嘅廚房新建後，仲配備咗一個生活露台俾到你。生活露台仲可以望到一線嘅海景，紅河大橋都可以望得到。去到機場僅需要20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去得到啦。去到橫琴口岸都係僅需要5分鐘嘅時間。2房2廚做到一個互不干擾嘅一個設計啊！呢個係可以作為你嘅兒童房。一個瞓呢個，一個瞓呢個，你嘅仔仔女女帶咗一個套廁嘅設計啊！平時去用廁所都唔使再爭啦。另外一邊呢，就係你哋嘅主人房啦，衣櫃啊、套廁啊、套地衛浴馬桶都係配備俾你嘅，270度嘅一個觀景飄窗位啊，都係非常之靚嘅。擺低張米白嘅床，依然可以做到3邊6床位啊！仲配備咗全屋嘅帝金中央空調俾到你，20000蚊嘅單價就可以喺橫琴中心位置攞低呢一套純住宅嘅2房2廚嘅單位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龍，我係小亞，點個關注，發你全圖資料。